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个形容词“唔正”，通常后壁会搁加一个名词。阿嬷，这唔正钱，这是我一丝仔好心，请你收起来，莫去嫌。虽然有调薪，但是物价对你起，薪水正差唔正米。你的后生拢甲一寡唔正囡仔咧往来，你上好注意一下。伊迄个人底子真歹，北来无高，就算勉强坐到大位，又完亲像高穿衫，嘛是唔正人。你莫一直甲我学了，我这都唔正记个，只是罔趁食倒三顿。伊就是一个卑鄙爱使人做风做影的唔正卡笑，我看伊袂起。搁来俗语讲，少年袂晓想，食老唔正样。搁讲人济小体唔正家。啊，若高不成低不就，台语讲唔正重唔正铁。伊虽然真巧真有天分，但是招无300应菜，就要就西天。母甲打来是唔正重唔正铁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唔正，实在真趣味。